呢個項目戶主要求由原本間隔3房一套改為4房2獨立廁所，設計師保留原有廚房同埋浴室位置，減少不必要改動之餘，客飯廳同埋4間睡房都非常實用同埋舒適。戶主要求着 Pandy 風格，日式北歐風，所以客飯廳整體空間採用淺色調為主，木質元素同白色牆面營造出日式同北歐柔和風格。設計注重功能性同美感嘅平衡，線條簡潔，冇過多嘅裝飾。玄關用上唔同地板顏色，區分落塵區同室內空間，俾人保持家中嘅整潔同乾淨嘅感覺。天花燈槽有隱藏式燈帶，提供咗柔和嘅間接照明，令空間更加溫馨。客飯廳採用木色面板，配搭淺色木地板，牆面以白色為主，同整體色調協調，營造出簡約而溫暖嘅氛圍，俾人一種舒適放鬆嘅感覺。客廳有一張淺藍色梳化，梳化背嘅大型儲物櫃，連貫玄關屏風，顯得舒適而且實用。電視牆旁有一個高身嘅儲物櫃，電視櫃下方亦都有收納空間，並連接住休閒區儲物地台，設計簡約實用。休閒區係客廳嘅焦點，呢個係一個休閒並且富有功能性嘅空間。休閒區窗前有一個儲物地台，高度接近大窗戶，猶如大片落地窗。落地窗讓自然光充分進入室內，適合閱讀或者休息。屋主喜愛音樂，鋼琴放置於休閒區角落嘅位置。鋼琴兩側係薄身封閉式高櫃，適合擺放大量日常用品。近窗位置加設咗層板，俾住戶擺放綠色植物。自然光、木係元素同綠色植物嘅結合，為空間增添咗自然元素。因應戶主需要，飯廳角落加設咗玻璃門走櫃，另一面牆身設計咗2組儲物櫃，中間位置可作擺放日常小家電。廚房選用咗趟門，節省空間。回應戶主要求，門邊加設高級磁石式面板，可把相片同埋記事貼喺色板上面。廚房趟門選用長虹玻璃配木框，從玻璃中可以隱約睇到部分廚房區域，營造開放式嘅生活空間。廚房以灰色同埋白色元素配搭，牆面採用淺灰色仿雲石紋理嘅瓷磚，營造出乾淨明亮嘅氛圍，耐用而且易於清潔，非常實用。由原本3房一套改造成4房2廁，走廊由原本4門變成咗6門。為咗減少壓抑感，加設咗走廊暗門，製造出一個獨立嘅過渡空間。走廊雖然狹長，但係透過盡頭嘅淺木色暗門同埋小型射燈，視覺上可以縮短走廊長度，顯得開闊而不壓抑。走廊天花有一個小型仿天窗設計，透過滲燈效果模仿自然光進入室內。走廊牆身加上 C3 Signature 嘅木線元素，俾走廊空間唔顯得過於單調。所有睡房都以高櫃分隔，提供足夠儲物櫃，非常實用，亦都節省空間。規劃上希望每間睡房都有窗戶，俾自然光充分進入室內。加上睡房以淺色柔和色調為主，營造出寧靜放鬆嘅氛圍。大部分睡房設有書台，係一個兼具工作與休息嘅空間。浴室以淺灰色調為主，牆面採用灰藍色仿水磨石瓷磚，地板採用淺色瓷磚，同整體色調協調，耐用且易於清潔。大型鏡櫃增加咗實用性，亦都可以擴大空間感。玻璃浴瓶採用黑色金屬框架浴瓶，令空間更加時尚簡潔。面盤櫃採用雲石面配搭灰色櫃門，提供收納空間，設計簡約。